这般这般，福尔摩沙实在不平凡。四面大梦舞，敢是人间？输了一嘴卖了的仙丹，清清暗风拢拢明月，看无缘灯，看看的平原，静静的海涌，天星悬悬，如此这般难永永远远。来注意哦，爆米香要来爆啊！要爆啊！要爆啊！要爆啊！一个月一届的清华大学假日市集，真侪人会互这台爆米香车乘过来。爆米香的人号做阿华。假使若想要食爆米香，讲台语就拍折咯。不过对于国校的学生来讲，较亲像是伫咧算过关的游戏。啊，关主就是阿华。关价是165，不过讲台语的110。啊，讲客家话腔样要110经验，啊，原住民族90。问题是，咱若讲即马语言的未来是爱看囡仔，所以大人会晓讲无效，啊，囡仔会晓讲。所以今仔日恁囝有来到现场，所以只以恁囝为准。好，所以我即马问伊一个问题，伊若听有还是印会出来？恁就算是有犹太，啊，若无就无啊。啊，弟仔，我问你哦，你今仔日早顿食啥？你听无我咧问啥对无？就甲伊讲就对啊，莫惊伊听无。所有囡仔伫7岁进前拢是语言的天才，你甲伊讲啥，伊就学着啥。来买米香的囡仔，若是讲台语就拍折咯。这是米香华的坚持。细汉后生挑战失败，这个妈妈唔放弃，带大汉后生继续挑战。今日你阿母要甲我买一包米香，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哦，真简单的问题，啊，你若印会出来，你买的米香就是会较俗，会变110，我若无就会变160块，哦，安尼你听有无？好，好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啊，你若印会出来，你就有犹太啊！哦，我问你，你今仔日早顿食啥？用台语哦。我不会讲，我只会讲那个中文啊。哦，无你甲我讲，你昨的早顿嘛会使，昨的暗顿嘛会使。你会晓的，你讲就好啊。讲你会晓讲的。哦，无你甲我讲，你上爱食啥，好无？你上爱食啥？香蕉。香蕉，好，会使，来，这包送你110。谢谢。谢谢。你要跟我折虾。哦，遐侪人甲你拍鼓啊！因为我是云林人，所以我伫咧厝的时阵，常常讲台语。细汉时阵捌看过，啊，毋过无足侪届的。现场要蹦，要画要蹦啊，感觉就趣味的。我是第一届伫现场看人安尼蹦米香，较早毋捌看过，就趣味的。想要食看卖，啊嘛会当支持伊鼓励即个活动安尼。我感觉做有趣味的，对，啊有机会下囡仔嘛有机会安尼接，会使生活中会使接
接近会使讲台语的机会，啊无因的生活中平常时真正很少，足少有机会会使讲台语。虽然有袂少人认同，毋过爱讲母语才有拍折，嘛定定变做伊甲人客辩论的开始。会请教阿华西，你咧卖爆米香的过程内底，因为你主张用母语来甲你交易嘛，敢有一寡爸母啊，伊对着你这个方式有一寡质疑，甚至介意有一寡辩论的行为。差不多一般生理安尼咧做一工，过去吼，差不多一工有3组人客甲你配面，一组人客参你大声。所以，若是讲对着这种情形啊，吼，你就是尽量回避，或者是莫甲伊直接来冲突嘛，吼。啊，咱应该2个月前，两个月前迄斗吼，一对翁仔某，我著摕一块牌安尼甲伊解说我的规矩吼啊，你讲台语的牌，讲客家话110元啊，原住民90啊，拢总袂晓的，我会卖你160块。啊，一对翁仔某看起来差不多60通火人，吼，伊就大声甲我讲着，你这是语言歧视。啊，我头就走啊。我就讲好啦，你去买别单啦安尼，啊无变啦。用启示这个字来形容嘛，吼。所以一般来讲啊，吼，你迄个房啊刻出来，比如讲原住民话台语、客语，这个方式你坚持到今嘛，你都无改变对无？无，这是我今年才开始先做的，到大一半档呢。哦，这差不多是6、7档前我较咧关心的代志，不过即马都规拢变啦。就是你若要讲文化，一定要先有语言，无语言就无文化。哦，所以我即马第一优先就是文化。所以你讲做到单，就是今年年初开始的，这对我来讲嘛算是一个新的做法，新的试验。哇，阿华西，这个牌啊，当初是安怎设计？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今年讲，我有一个较无共的想法，转来卖米香。其实你若要听老实话，老实话就是我心肝内咧卖爽。我同款安尼咧卖米香，吼，我拼死拼活要甲咱本土的语言安尼传落去。问题是我看到遐来买爆米香的，足侪人讲德科新贵，有无？吼，你生活好过，你日子免烦恼，恁兜有钱，毋过你教出来囡仔完全袂晓讲咱台湾人任何一种语言。安尼教出来，即款的囡仔，伊伫台湾文化的传承来讲，是一个完全无效的囡仔。所以伫我家己的概念之中，我是安尼安尼来定价。对我来讲，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税，是毋是？你若教出来的囡仔，干那会晓讲中文，即个囡仔干那传承着中国文化，无传承着台湾文化，安尼咱应该爱甲你即个家庭扣一个文化传承税，这就是我设计我的定价的概念。这个就是文化传承税的概念。伊想真卖大一笑，当初所讲的迄个台语啊。50年后拢无啊咧！因所无要无紧啦，吼。这个我讲袂出嘴啊！大家好闲，哪会讲到台语？阿华激动甲哭出来。这个影片互伊的名声一困头冲悬。阿华雄雄变做盲青。毋过，伊愈迷乱推广台语，煞愈失望咧。所以我今仔日真侪人讲，我要安怎教我的囡仔讲台语，教我的囡仔讲我的爸母话。你就是教即个囡仔讲任何的话，你就用迄个语言去讲，伊自然就学会着。这毋是用教，这是生活当中自然就学会晓的。摕台湾甲香港来比好，咱两边遮尔啊近啊，而且有文化嘛相像。你即马去香港的街头，凊彩砸一个少年家，高中生、凊彩你拢毋免紧，凊彩砸一个。哦，你问伊讲，请问你对反送中的这个法案有啥物看法？任何一个高中生拢有法度用伊的母语讲单话，噼里啪啦甲你讲10分钟以上。问题是，今仔日你伫台湾的街头，凊彩砸一个高中生、真大面啊，90%以上，迄个学生啊，无法度用咱本土的语言，甲你讲伊今仔日早顿食啥，啊，是安那差个遐济。
没关系，离它远一点哦，远一点哦，旁边的远一点，它会转哦。这一次的计划内容是我们要带着一个我从4年前开始学习，然后亲手制作的土龙。这个土龙在车上，我们要给全台湾的各地的孩子自己拉动这个土龙来磨碾稻谷变成糙米。当然，使用的也是在我们上一次环岛巡回蹦逼胖的过程中认识各地的农夫朋友，我们就跟各地的农夫朋友拿了他自己亲手栽种的在地的好的无毒的稻米。让小朋友自己拉动土龙来把它磨碾成糙米，然后一个早上的过程结束之后，当他流了一身汗，他就可以在午餐里面他自己吃到他今天亲手磨出来的。虽然推广台语的过程中，骨仔便互伊真动毒，不过伊来到小学边啊，蹦米芳互囡仔食，解说到土人确实真用心哦。安怎用在地的材料、在地的智慧？第二个土菜，就挺好起安尼一个机械来甲切啊脱壳变做米。我希望未来台湾囡仔出去全世界要甲人徛起的时阵，有法度开嘴讲我是台湾人，台湾文化就是啥，我拢捌。土人下过嘛，搁红果就甲切安尼抢出来，切啊抢过啊，粗糠飞出来米落落来。过去这10冬，我规个人上关心的代志，就是要安怎让台湾囡仔知影台湾文化。土人是过去伫田庄接看到的下米的技师，用竹笼啊包红土甲盐做出来的土墩，所压出来的米，才会当完整保留糙米上营养的部分。农业社会的土人师，世界甲客户大人，不止啊受到敬重，甚至常常有地主抬价甲欢迎。不过，这项农业工艺却豆豆啊面临失传的命运。大家好，我是阿勇。大家好，我是蹦米胖阿华。欢迎收看《英台 Express》，Your one-stop shop for Taiwa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exchange。逐礼拜我会拣一条英语的新闻，和阿华翻译。And I'll pick a Taiwanese news article for Ayong to translate into English. After sitting undisturb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10冬较加拢无红搅扰着。A treasure chest holding golden nuggets and precious gems has been found in the Rocky Mountains. 一卡底金条甲宝玉的箱仔，藏伫美国洛基山脉，总算是互人找到啊！台语翻英语，英语搁翻台语，因是最近1年来不止啊受注意的组合，多数的人带大家来看拍片的现场哦。咱来看台湾的新闻，彰化一个里长 A village chief in Zhonghua 扣人无爱伫铁柜转来理办公室 found a discarded metal cabinet and brought it back to his office, 放一寡落过塑过的物件。where he used it to keep various odds and ends. 俺拄则听到里长伯甲铁柜啊扣转来，放一寡落过塑过的物件，一个足台湾味的事吼。足台湾味。落过塑过英语要安怎讲？其实我感觉这嘛，该有迄个英语味啦，因为英语嘛有像什么 knickknacks 啊对无啊，什么odds and ends 啊，什么 trinkets 吼，就是这款语感啦，英语嘛有啦。就是安尼一寡。甲伊斗做伙，有时啊颠倒变，有时啊无。哦，亲像你落过塑过安那来的，比如讲啊，你一寡物件蓝山的你就甲落做一地，啊是讲你白的啊塑起来做一塑安尼，啊有落起来也有塑起来，安尼落过塑过。啊，另外一个讲法，咱讲叫做有诶无诶。有诶无诶，有诶无诶。啊，还有什么哩哩扣扣吼。有诶无诶，哩哩扣扣落过塑。啊真咱像讲这个语言。那敢若咧跳舞咧，安尼有一个音乐性伫内底。这是历史有较长的语言拢有现象。对。就像安尼啦，当台语的俗语拄着英语，会有无共的效果，听起来嘛真趣味。啊，因录影的过程，敢拢无 NG。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of In Dai Express, 爱会记得指赞、订阅，啊，个分享哦。
是古嘛是。搁一摆。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of Indai Express, I 會記得期待訂閱各位分享哦。And if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for news that you'd like to see us translate， 唔免寫字，做你哋下骹留話甲阮講。應該是去年初都是互相熟悉伊有迄陣就是迄個疫情進前，伊有咧差不多逐禮拜攏有咧進行一個做伙食暗頓，就是伫新竹做伙食暗頓講台語安尼，所以我都有參與啦。迄陣就甲伊熟悉，就迄個想講是要，因為我較早嘛有咧想要做即個 YouTube 做一個講是推廣啦，還是推廣即個台語啦，咧想講敢有合作嘅方式，就想到這，因為阮若無迄個提示機啦、新聞的迄條啦，改長啊，你嘛無可能，就是做迄個連咪翻譯啊，安尼傷困難啊。迄個阮講K課啦，就是迄個錄個說個迄個，就是解說迄個內容誒，迄段啦，迄是可能無講阮袂寫劇本啦，就是敢若寫要講啥啦，講迄個錄個說個好啊，錄個說個要講啥，但是袂寫迄個劇本啦。愛看是倒一個K課啦，可能但是愛兩三屆定來啊。事先甲題目寫做羅馬字，就藏佇鏡頭下骹即個小小的銀幕內底。錄影的過程三不五時嘛小可會脫詞，毋過真緊就會當調整過來，量細就甲台語換做英語，要甲英語換台語，就要靠兩個人一粒一個語感甲功力。我台灣人，我美國人，阮講台語，阮攏是倒數的人。去菜市啊買菜，感覺真趣味啊！你來台灣偌久啊？10幾單啊！10幾單啊！哦，大姐，講你聽好嘛？台語就聽有啊。我比較老，這個對啊。個產的啊。台中菜的人好啊。啊，學習的一寡語言上來哦，教咱會當接觸溝通，太好啊，交流啊，我更欣賞這個人啊。你嘛無機會啊，交流10幾單啊。我有看過啦，講台語今仔講到這標準。台語啊，在講台語安尼啊。啊，這什麼？這哦，這面。這是面啊，等啊，加等啊，等啊。阿勇平常時甲牽手住佇新竹，毋過若轉去屏東潮州，就對阿嬷去菜市仔，所以菜市仔就變做伊學習台語啊戶外教室。其他的咱煮做的，煮做的菜館啊，可以。講台語得啦，免講國語啦，安尼啦。第一屆見面咁人咧。係啊，你一而家講愛講，你係唔講台語嘅，免講國語。啊，結果是講另外講了都有標準哦。阿勇的台語連阿嬷嘛學到足正辦理。伊正做台灣競賽進前，阿勇的台語啟蒙是伊佇打狗大過的經驗。我是2008年時陣先來到台灣，因為我是較介意語言的人，所以我就想講，我佇台灣，所以咧要學華語吼。不管是電視還是電影、音樂，看新聞、看冊，攏有咧小可有咧做。啊，發現其實足儕人有咧講台語，我定定聽到台語即個語言，啊，可能是台灣人甲你較無啥物感覺，因為可能較慣勢聽到台語，但是對我來講，我是學華語的，啊，所以聽到台語即個語言時陣，我就可能100%攏聽無吼，啊，所以
我就决定应该爱甲台语学起来。做即个决定以后，我就发现台语学台语其实无简单吼，甲华语无共。我6岁的时，有一摆去看到一本描写原始树林的册，册名是《大自然的真故事》，内底有一幅正气派的图。阿勇朗读的《小王子》是伊编译的罗马字版本。伊对台语毋但热情，嘛真愿意分享罗马字的学习方法。对面就是这幅图的 copy， 过来伊尾啊这句是要写啥？看你敢有法度，你家己甲影片暂时甲停落试看卖。好，若无咱就做伙来读鸡为龟，鸡翁脏，龟脏这是第5条这若是1条就龟脏，龟脏这鱼鹅鹤应该是换调啦因为遮个有，所以这应该是1条。好好，龟脏好好，无错，龟脏好好，无错，无错。台湾的规章好好，无错。语言是讲话，语言是咧讲话，毋是咧写字，是讲话。讲话的时阵，你有音，所以你若甲你的音甲写落，你就有字。这是一个提醒啦。意思是讲罗马字就是台语的文字啦。大家若有兴趣去甲台语学较好势，还是学台文，爱为罗马字开始啦。波比这两个音节都是波开头的，波开头的。只要有人想要学台语，阿勇拢真热心分享学习的方法哦，嘛真愿意教人安怎讲台语。伊用8天的时间来学习台语，讲甲比大部分的台湾人搁较好哦。伊用语言来定根。阿华甲阿勇，一个是保护家己的母语，一个是热爱台语，用家己的力量拍拼推广讲台语。希望会当甲台湾人爱讲母语的觉悟叫好精神。